2021年7月1號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100幾年前，全世界對中國嘅印象大多數都係負面嘅。中國係一個又窮又落後又封閉嘅國家。中國嘅國力喺推翻滿清、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等等嘅戰亂裏面消耗到七七八八，剩低個爛攤子，甚至仲有中國人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好收家。不過今日嘅中國已經唔係以前嘅東亞病夫，經過幾十年艱苦嘅奮鬥，經歷過無數次失敗，而家已經成為世界強國。從30年前西方世界講嘅中國崩潰論到而家講嘅中國威脅論，就證明咗呢個轉變有幾誇張。無論你企喺邊個立場，無可否認，中國崛起已經係鐵一般嘅事實，而且佢喺世界舞台上面嘅角色已經慢慢由幕後行到幕前，好快仲有可能成為世界舞台嘅主角。角色嘅轉變對世界亦都帶嚟好大嘅衝擊。中國崛起究竟會係敵人定係朋友？呢個問題引嚟西方世界廣泛嘅討論甚至爭議，而唔同嘅觀點同角度，佢哋嘅論點甚至可以係兩個極端。作為華人教會，我哋對中國崛起應該基於咩嘢論述呢？我哋應該跟隨西方世界，甚至係西方教會嘅論述，定每個教會都有權按照個人或者群體嘅領袖，各自有自己嘅論述同表達。如果判斷錯誤，係咪各自承擔因為誤判而帶嚟嘅後果？定係全球華人教會應該放低各自嘅論述，學習用父神嘅眼光去睇中國嘅崛起同埋華人嘅命定，去配合完成父神喺創世之前為華人喺末後預備嘅計劃，先至唔會因為彼此個別嘅領袖而產生誤判，最終帶嚟身體嘅分化同撕裂。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秦國係咪指中國？可能仲有爭議，但父神的確令華人同華人教會對受苦嘅猶太人產生咗一份超自然嘅情誼。父神藉住華人呢份屬天嘅大愛去感動猶太長兄，令佢哋切身感受到從神而嚟嘅安慰。透過華人家人嘅接納同擁抱，更加顯明天父並冇忘記亦冇離棄佢哋。呢個豈唔係證明神正喺末世興起華人，興起華人教會去完成先前所領受回歸耶路撒冷嘅異象？父神超然莫測嘅旨意，我哋呢個細腦袋真係測唔透。佢竟然會向法老講：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莊子話：以有限到無限，代以意思就係用有限嘅生命同智慧去測度嗰個無限嘅智慧，注定會誤判。世事好似棋局咁變幻莫測，與其隨波逐流，不如定睛喺嗰個不能震動嘅國，以父神嘅眼光為眼光，以神國嘅論述為論述，先至唔會因為誤判而虧損。因為王嘅心喺耶和華手中，就好似盧溝嘅水咁隨意流轉。中國嘅崛起起會無原因，真係好希望呢個善因最終能夠結出善果，更加令中國嘅崛起成為萬邦列國嘅祝福。